大家好，喺我開始講之前，我想請大家一齊諗下，你哋手上有冇緊握住啲嘢？可能係一個曾經幫公司贏過市場口碑嘅明星產品，又或者係一套你哋磨練咗好多年，覺得最有效率嘅標準流程。呢啲嘢曾經係我哋嘅榮耀，我哋嘅勳章。但今日市場變咗，客戶變咗，以前嘅成功模式好似慢慢變成咗我哋前進嘅包袱。我諗起一個比喻，想象下我哋成個團隊企喺草原度，手上緊緊揸住一條繩，繩嘅另一端綁住一頭牛，而嗰頭牛就代表改變。佢充滿力量，想行去新市場、新技術、新商業模式，但我哋用盡力去拉，唔想佢走，結果手被磨得通紅，痛到不得了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令我哋痛嘅真係因為嗰頭牛太大力，定係因為我哋死都唔肯放手？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探討點樣放下我哋對不變嘅執着，學識用智慧去擁抱改變。因為真正嘅韌性唔係死撐，而係靈活變通。首先，我哋要承認一個現實，所謂穩定喺商業世界入面，其實只係一個幻象。今日嘅市場變得快得嚇人，新技術、新需求、新對手層出不窮。所謂嘅適應力，早就唔係加分題，而係生死線。但偏偏人天生就中意可預測，中意安全感。呢種心理好自然，但當佢遇上現實世界嘅變化，就產生衝突。好多團隊就喺呢個位卡住咗。呢種卡住就係我執。我執通常有3個樣。第一，對過去成功嘅執着，明明市場已經轉咗，我哋仲想用返舊方法，死都唔信新路。第二，對流程嘅執着，成日講我哋一直都係咁做，結果就被自己嘅習慣困死。第三，對個人角色嘅執着，有人話呢啲唔係我份內事，結果令團隊協作卡卡。咁我哋應該點做？就係學識放下，但放下唔代表放棄。呢個係好多人搞錯嘅地方。放下唔係要你唔要資產，唔要目標，唔要努力，而係放下對一切都唔可以變呢種執着。佛陀講過，世間嘅美好仍然存在，但智者會放下對佢嘅貪戀。意思係話，我哋唔需要唔去擁有，而係唔要被擁有嘅感覺捆住。其實變化本身就係宇宙嘅規律，你冇可能2次踏入同一條河，因為水已經唔一樣。市場、產品、客戶，我哋自己都係不斷變。當我哋真正接受變動先係唯一不變嘅道理，心就自然靜下嚟。但講得再好，都要落地。咁點樣將放下變成團隊真正嘅行動力？我哋可以從3個方向開始練習。第一，做專案復盤嘅時候，要學識用管家心態而唔係主人心態。意思係唔好覺得個專案係屬於我，輸咗就係我失敗。當你覺得自己只係管理者，就可以放下自我，好誠實咁分析成敗，真正學到嘢。第二，喺策略上要敢於迭代，唔好將策略當成神聖嘅經文，而係當佢係假設。市場變就要敢 pivot 轉方向。當團隊唔再執着於我哋原本講好咁做，反而會更靈活、更創新。第三，係角色流動，唔好緊緊抓住自己職位嗰部分繩，要肯放手，肯幫其他人。成為 T 型人才，即係有自己專長之餘，都肯伸手去支援其他範疇。當大家唔再執着於我嘅崗位，而係專注喺團隊目標，整個組織就會變得更強大，更有彈性。有時我哋以為緊握先係力量，其實係誤會。真正嘅力量係放得低，轉得快。最後，我想請大家再想返我開頭講嗰個比喻，人同牛。當我哋終於放開嗰條繩時，最怕嘅係嗰頭牛會走咗，乜都冇咗。但智慧話俾我哋聽，牛可能會行開一陣，
但最終會揾到更豐美嘅草地，然後帶我哋去更好嘅地方。所以真正要問自己嘅問題係：我而家正緊握住啲乜嘢唔放？係舊有嘅成功，一套死板嘅規則，定係嗰份想控制一切嘅心？放開少少唔等於輸，反而係開始贏，因為你會睇得更遠，走得更穩。從今日開始，讓我哋學識放下嘅智慧，唔再做變化嘅受害者，而係成為駕馭變化嘅領航員。多謝大家。